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9月28號星期日，田草 C+3 跑道9草兩泥賽事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泥地掛牌為濕慢地。想分享下場次45，泥地5班，1200米，11號馬東方寶寶，孭120磅，10檔起步，沿途走3-4碟，最後200距離前領馬幾個馬位，越追越近，跑第二，輸半個馬位，但甩第4主馬群，先紀錄低。場次47， 5班1600米，11號馬龍澤飛區，123磅，14檔，快閘埋欄，一放到底，但甩贏，先紀錄低。場次49開始，場地掛牌改為好字快地。場次50， 4班1400米，3號馬奮鬥心，孭131磅，2檔起步，直路俾前面啲馬封住，冇位，第4名過終點，輸1又4運3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54， 3班1400米，7號馬南區之星，孭126磅，8檔起步，最後300單打獨鬥，輸短馬頭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